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30日《星島頭條》。牛頭角樂華南村揭發命案，一名35歲女子死亡，案件更多內情曝光。消息指出，女事主早前同男朋友程海翻波，對方懷疑因愛成恨，辣手摧花，將佢殺害之後藏屍油壓床內，其後更加將多隻飼養嘅寵物殺害。由於女事主失去聯絡，佢嘅家人擔心發生意外，於是報警。其後警方去到事主男友嘅住所調查，揭發命案。據了解，事主係一名35歲女子，早前同30多歲嘅男朋友就感情亮起紅燈鬧分手，之後去到男朋友位於牛頭角樂華南村嘅寓所執拾個人物品，但係徹夜未歸，家人亦都冇辦法聯絡到佢，於是報警求助。警方去到事主男友嘅寓所調查，發現多隻寵物被殺害，之後再深入調查，發現事主倒臥油壓床之內，當場證實不治。大批警員30號去到樂華南村調查，期間封鎖喜華樓對出，又多次進出垃圾房。鑑證科亦都派出 CSI 流動實驗室到場進行檢測工作。現場消息指，涉案男子喺案發之後已經潛逃到東南亞國家。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30日《星島頭條》。將軍澳彩明苑53歲物業經理自2011年起以報銷為由，擅自修改業主立案法團嘅支票銀碼，再偽造銀行文件嚟提交報告俾管理公司同埋會計師，10年內虧空公款共約6110萬元。2021年被捕之後，承認因為賭博欠債超過1000萬。物業經理早前承認5項盜竊罪，法官30號喺高等法院判刑，指被告犯案計劃周詳，嚴重違反業主立案法團同埋僱主信任，得益全數用於賭場並且輸晒。而業主立案法團買嘅保險賠償上限只係得6萬蚊，被判重囚18年。53歲被告黃偉龍早前承認5項盜竊罪，陳官判刑指被告10年之間多次犯案，先後偷咗約6100萬元。被告交翻超過200萬元贓款之後，業主立案法團最終損失合共近5900萬元。陳官指被告先後向業主立案法團、僱主界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銀行同埋獲授權簽主人講大話，偽造簽名，喺支票銀碼上面加1個0，以複製貼上同埋複印等方法偽造文件，直到會計師核數嘅時候發現賬戶結餘不足，先至揭發本案，批評被告嚴重違反業主立案法團同埋僱主信任。陳官繼續指出，被告犯案計劃周詳，得益全數用喺賭台，而且輸晒。而業主立案法團購買嘅保險賠償上限只得6萬蚊，考慮到涉及金額、時長同埋手法，需要判刑予以阻嚇。陳官以2年9個月至10年監禁為各種量刑起點，認罪扣減1/3，部分刑期分期執行，最終合共判處監禁18年。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30日《星島頭條》。有網民近日喺社交平台發帖，分享喺銀行目擊嘅驚險一幕，一名婆婆幾乎墮入騙案陷阱，引發網民熱烈討論，慨嘆仔女親都唔及騙徒親啊！樓主喺貼文之中上載咗一張喺銀行理財2中心影嘅相，相中可見一位着住卡其色外套嘅婆婆正喺度操作緊存款機，而身旁就企咗一位灰色上衣嘅男士，神情緊張咁睇實婆婆。據樓主貼文講述，當時氣氛好凝重，個職員係咁問婆婆：你識唔識收錢嗰個人？但係婆婆似乎答唔到，只係懵懵咁樣提及入境處3個字，懷疑正受到冒充官員嘅騙徒指示轉賬。樓主不禁慨嘆：點解政府明明咁多宣傳，都可能有人遇到詐騙集團？大家可唔可以關心多啲屋企嘅老人家？貼文一出，唔少網民關心事件嘅後續發展，追問最後點啊？樓主就回應話，當時灰色衫嗰個職員叔叔喺旁邊準備緊幫佢報警，相信喺機警嘅銀行職員介入之下，婆婆最後應該可以保得住啲血汗錢嘅。網民就紛紛大讚職員，話好彩個職員救咗個阿婆咋，仲認為唯有靠銀行職員，街外人佢哋未必聽噶。呢一宗案觸動咗唔少網民嘅神經，喺度討論焦點，但係好快就轉移到點解長者對於騙徒嘅說話就深信不疑，但係對家人嘅勸告就充耳不聞。部分網民一針見血咁話，唔係唔想關心啊，不過好多人都係外人啊信晒啦，自己人講嘢又唔聽咁，自己仔女唔信外人咁點啫？
另外一位網民就更加用生動嘅比喻講出好多家庭嘅無奈，有一句好典型嘅嘢去形容呢個情況啊嚇，嗱，自己仔女問佢攞幾錢就冇冇冇冇冇爛啊你，騙徒隨便一個電話就成副身家轉晒俾人。呢個留言引來極大迴響，有網民更正話結論應該係仔女親都不及騙徒親啊，真係講出所有人嘅心酸。有人亦都分享類似經歷，我阿媽只係佛堂識嗰啲人就當好人咯，明知呃錢都冇用啊，提佢啊以為你貪佢啲錢咁咯，顯示出就算想關心屋企人，都可能被誤解嘅兩難之處。事件亦都令到網民再次關注本港詐騙問題嘅嚴重性，亦都有人抱怨滋擾電話泛濫，一時係銀行貸款免審查啦，一時又體格檢查咁啦，一時又話睇樓咯，令市民防不勝防。雖然事件凸顯咗前線銀行職員作為防騙嘅守門員重要性，但係亦都有網民指出，即使屋企人同埋銀行職員苦口婆心，有時都敵唔過騙徒嘅精密劇本。佢話啲銀行職員好心問下個老人家咋，如果老人家堅持唔講，要俾人呃都冇計㗎。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31日《星島頭條》。75歲李龍基首次向記者證實被分手，直認同39歲嘅黃青霞阿 Chris 14年爺孫戀已經畫上句號。提到黃青霞懷疑早就已經結婚生仔，並且喺冬至同姓陳嘅丈夫團聚用膳，李龍基兩度掩面落淚，承認一切都明白晒啦，原來自己先至係第三者，祝佢哋幸福。但係李龍基強調自己從來都唔知情，因此唔需要向對方嘅仔同埋丈夫道歉。李龍基曾經承諾年底迎娶黃青霞，今年7月更加手捧60支粉紅玫瑰迎接未婚妻出獄，但係之後黃青霞就淡出公眾視線。近日網上頻道導遊哥哥爆料，話黃青霞懷疑長期瞞婚，早年已經喺鄉下結咗婚，並且育有一名16歲嘅仔。今年冬節，黃青霞就被拍到喺佛山同埋丈夫同埋媽媽共進晚餐。被爆料之後，李龍基日前出席電視台嘅批命節目，更加首次向記者回應三角關係事件。李龍基語氣平靜咁交代同黃青霞嘅關係已經完結，仲話自己已經放低晒，亦都透露自從黃青霞返回內地嘅娘家之後，就漸行漸遠，直至冬至之後正式分手。李龍基表示，冬至餐飯令到佢咩都明白晒，知道自己係第三者，冬至咁重要嘅日子都唔同佢過，已經冇得瞞，所以佢就正式提出分手。佢話兩個人傾過之後，保證唔會做傻事，亦都唔會傷害佢，算係和平分手，仍然會保持聯絡。佢強調唔想深究有關分手細節，今次公開回應只係為咗呼籲媒體停止騷擾對方。又回憶當日送出獄嘅未婚妻返內地嘅時候，自己仍然唔知道實情，並且仲有結婚打算，但係後來發生咗好多事。被問到係咪一直被黃青霞瞞婚，李龍基就避免用瞞婚嘅字眼。佢話站喺佢嘅立場，就算發覺有啲問題，愛一個人就會繼續相信佢，從來冇過問佢嘅婚姻狀況，只係覺得咁多年嘅和睦相處應該會有結果。談到睇住黃青霞同埋陳姓丈夫共進冬至飯嘅感受，佢強顏歡笑，話自己當時好難受，但係諗深一層，成人之美係好事，見到人哋家庭又咁幸福，就知道自己係啱嘅。仲寬容咁表示話，由始至終都冇怪過黃青霞，因為黃青霞俾咗好多開心佢，亦都好多年。一位女士追求幸福係無可厚非，一日未結婚，一日都仲可以選擇。記者就即刻問，但係佢係人妻喎。李龍基就話，咁佢咪選擇咗咯。對於會唔會對黃青霞嘅丈夫同埋個仔感到抱歉，李龍基連續8次講冇，仲重申老實講，不知者不罪，知道之後就祝福佢哋幸福咯，家庭美滿，開開心心。講完就揞住塊面沉默咗好耐，之後眼泛淚光咁話自己冇嘢，OK，佢得嘅，話自己70幾歲人有咩未經歷過啊，感情嘅嘢有時來來去去控制唔到嘅。此外，佢又透露從來冇見過黃青霞父母，但係知道對方家長對呢段關係都頗有成見。對於情敵陳先生，佢就話唔認識佢，冇得比較。佢淡淡然咁話，對於阿 Chris 嚟講係一件好事，唔通跟住一個大佢36年嘅人咩？話自己一定會先走過對方。而家對方有依靠有家庭，佢就可以抽身離開，對對方嚟講係好事。至於將來會唔會再展開爺孫戀，佢就回覆笑容話：點解唔敢啊？我使驚啊！問到從呢一段感情中學到啲乜嘢，佢就豁達咁表示話：
瞓多覺好過啦。其實感情冇得學，話自己信命運，要嚟就嚟，要走就走，緣盡就分開。佢話仍然希望王青霞會得到幸福。講到呢度，佢再度掩面喊咗十幾秒，平復之後重複再講話冇嘢嘅，我得嘅。仲透露師傅批評指佢好有女人緣，話啲女人任佢揀喎。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31日，香港01。西貢破邊洲發生行山意外，一名男子影相嘅時候當崖不治。據了解，21歲嘅姓黃死者來自廣州，同3名同學同遊破邊洲。當日早上10時18分，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案，話佢21歲嘅姓黃朋友喺西貢破邊洲檢珠灣2號觀景台懷疑失足墮海，水警接報到場，喺上址對開海面發現事主，將佢救起，由消防送往西貢滅火輪基地。事主其後被證實死亡。經過警方初步調查，相信死者失足從約70高嘅懸崖墮海，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認。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月1日星島頭條。屯門掃管笏發生命案，星期三下晝4點幾，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案，話早前喺管翠路1號星堤寓所內同妻子發生爭執同埋打交，之後妻子跌倒喺房裏面昏迷不醒，救援人員接報到場，發現女事主當場死亡，警方正調查事件。據了解，女死者係菲律賓籍人士，現年30歲，佢嘅丈夫係一名48歲法國籍男子，二人都持有香港身份證。夫妻兩人連同傭工住喺上址星堤10座嘅單位內，但係傭工只會唔定期喺屋企過夜。據知喺星期三下晝大約1點，傭工離開案發住所之後，只剩低報案人同埋死者喺單位之內。其後報案人同死者因為作息問題發生口角，喺爭執之後，報案人就去到客廳休息，留低死者自己喺房裏面。直到同日大約下晝4點，傭工同埋報案人一齊打算入房揾死者嘅時候，發現房門因為死者倒臥喺房間嘅地上而被阻擋，於是報警。警方同埋救護人員奉召到場，救護人員喺現場證實死者已經冇生命跡象，確實死因要解剖之後先至可以確定。案件暫時列為屍體發現案，暫時未有人因為呢宗案件被捕。但係由於警方搜查案發單位期間，發現單位內藏有海洛因，因此報案人以管有危險藥物被捕。案件交由屯門警區重案組第2隊負責調查。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29日 AM730。2026年就嚟到啦，保加利亞著名預言家瑪雅龍婆巴巴曼加曾經多次預言成功，而家佢嘅2026年相關預言又再次成為網民討論焦點。根據英國鏡報報道，隨住2025年即將結束，外界開始關注巴巴曼加針對2026年嘅預言。佢話2026年將會多次發生自然災害，雖然仲未清楚係龍捲風、海嘯抑或地震，同埋會發生喺邊度，但係佢預見地震同埋火山爆發嘅毀滅性組合，加上極端天氣，將會對全球約8%嘅地區造成嚴重影響。至於全球局勢方面，巴巴曼加就預言2026年將會迎來混亂局勢，而佢最令人擔憂嘅預言之一係第3次世界大戰。有報道話，巴巴曼加預測一場涉及主要世界強權嘅大規模戰爭將會喺2026年爆發。內容提到呢一場衝突將會蔓延至多個大洲，引發政治不穩定同埋全球緊張局勢升高。另外有傳言話，巴巴曼加曾經表示俄羅斯同美國之間將會出現直接對抗，呢個可能同佢嘅另一項預言有關，就係第3次全球金融危機，或者至少係2026年嘅重大經濟衰退，可能包括股市崩盤、高通脹或者貨幣體系崩潰。此外，巴巴曼加認為人類同外星智慧生命嘅首次接觸將會發生喺2026年嘅11月。佢相信一隻巨大嘅太空船將會進入地球大氣層，似乎亦都暗示咗人類可能會喺地球上同某個未知文明取得聯繫。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29日星島頭條。有懷孕港媽喺社交平台上大吐苦水，控訴奶奶喺冬至當日嘅世界級自私行為。佢怒插奶奶患上正日癌，竟然令大肚林耷嘅佢要喺冬至夜晚慘被流放街頭。事件引發網民熱議，
當一眾網民都嬲豬嘅時候，案情就喺眾人抽絲剝繭之下急轉直下，揭發出一個比奶奶更加令人心寒嘅真相。呢位港媽喺社交平台發文講返冬至當晚，佢奶奶正日癌發作，堅持要做正日，要求個仔一定要返屋企食飯，叫佢早啲收工交人去奶奶屋企做節食飯啦。呢餐冬至飯局原定喺晚上9點食完，等樓主丈夫可以離開，同已經約好咗嘅朋友食埋飯，而大肚臨登嘅樓主就會合返屋企。點知呢一餐飯竟然由晚上6點食到10點半，足足接近5個鐘。樓主喺貼文之中鬧爆話，早知就係奶奶最乜街嘅日子啦！奶奶為咗要抌個仔離開嘅時間，竟然出口術要個老公揸車送阿婆返屋企，但係又遲遲唔肯落樓，要老公喺樓下乾等成個鐘。結果樓主由原定嘅9點等到10點半，帶住肚喺寒流之中，由期望變絕望。佢形容自己大肚臨登都要流落街頭等老公。懷住新人嘅樓主喺街度等，最後就打俾老公，但係老公喺電話度就避而不答，話走緊。樓主最終心灰意冷，就自己搭車返屋企。樓主覺得好委屈，我大緊肚㗎嘛，奶奶明知我一個大肚婆喺街度等老公都唔放人，真係好鬼衰㗎。更加令佢心酸嘅係，樓主自己嘅媽媽睇到個女嘅慘況，決定唔再啞忍，宣告以後每年自己都要正日做節，唔會再讓步俾奶奶呢一種衰人啊！喺我讓完步，對方都會老諷同埋越嚟越過分啦。貼文一出就引爆留言區啦，唔少人妻對正一癌一詞深有共鳴，紛紛留言力撐，話你個奶奶真係心理變態㗎，正一癌係絕症嚟㗎，冇得醫㗎。但係討論嘅風向好快就轉咗啦，更多網民將矛頭指向喺呢一場風波中接近隱形嘅老公，認為佢先至係真正嘅心寒真相。唔少留言話有個衰奶奶係因為有個衰老公啊嘛，你老公廢到係有心就直接講約咗老婆啦。最大問題係你奶奶，不過你老公都好有問題噃。呢一個真相亦都有樓主親口證實。當網民指出丈夫嘅問題嘅時候，佢竟然表示同意，仲話丈夫都唔係蠢㗎，不過係選擇性孝順啫嘛。佢好醒㗎，完全知道老母玩嘢㗎，只係選擇得罪老婆就縱容個阿媽啫嘛。呢一份清醒嘅懦弱，更加令一眾網民睇唔過眼，形容呢位老公係媽寶未戒奶啊！樓主喺回覆留言之中又話，其實丈夫冇奶奶干預嘅時候係個好老公嚟嘅，但係一遇到婆媳問題佢就潛水，呢一種反差令到佢更加失望同埋無助。面對奶奶嘅刁難同埋丈夫嘅無能，樓主喺同網民嘅互動之中，似乎都揾到宣洩嘅出口同埋反擊嘅勇氣。佢話已經同丈夫冷處理之中，更加揚言約晒朋友晚晚食飯，唔到凌晨12點唔返屋企，老公仔你咪晚晚返去揾阿媽陪咯。對於未來佢亦都唔會再啞忍，特別係為咗肚裏面嘅小朋友，態度變得更強硬。唔使旨意搞我個仔啊，一搞反眼面啊！佢更加對一位有類似經歷嘅網民話，將來有更好嘅選擇，自己都唔會留戀，一於帶埋個仔走人，完。似乎已經為最壞嘅情況做好心理準備。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29日橙新聞。勞工處發言人今日話，2025年僱傭修訂條例就僱傭條例第57章下連續性合約規定所作出嘅修訂，將會喺2026年1月18日起適用。勞工處指出，新規定將降低連續性合約嘅工作時數門檻，並且喺計算工時方面加入彈性，減少僱員因為偶爾喺某個星期工時低於門檻就中斷連續性受僱嘅情況，俾僱員更加容易享有全面嘅僱傭權益，例如法定假日薪酬、有薪年假等等。勞工處指出，由於新規定適用起，僱員如果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4星期或者以上，以及僱員嘅工時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就屬於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包括每星期最少工作17小時，或者當起某一個星期工作少於17小時，喺該星期同埋期緊接過去嘅3星期組成嘅4個星期期間，為有關僱主工作唔少於68小時。
勞工處表示，新規定並冇追溯力，喺新規定適用前嘅僱傭期，僱員仍然需要連續受僱於同一個僱主4星期或者以上，以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先至符合連續性合約嘅規定。而僱傭條例嘅其他條文會如常應用，僱員會繼續享有各項法定權益。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台灣今日新聞。貓貓如果特別乖嘅話，就可能同智商有關。日前喺中國大陸就有一位事主分享屋企養咗2年嘅貓貓，喺屋企唔單止冇調皮搗蛋整爛嘢，仲成日坐埋一邊發吽哣，又唔會嘈嘈閉引人注意。正當佢以為自己養咗一隻天使級貓貓嘅時候，獸醫就俾咗佢一個震撼答案。呢一位喺福建嘅事主喺微博嘅討論區分享，話自己嘅貓貓已經2歲，平時又唔嘈，更加從來冇試過整爛嘢，冇事就坐埋一邊發吽哣，一啲都唔會嘈嘈閉嚟博取關注，乖巧嘅程度簡直就係天使級。但係估唔到近期主人將貓貓送去醫院檢查嘅時候，獸醫判斷呢隻貓貓係弱智，令到主人有啲哭笑不得。原來佢以為貓貓好似天使，其實係因為智商不足先至會出現嘅一啲行為。過去都曾經有寵物博主分享，話貓貓的確會存在弱智個體，平時生活中都會出現一啲跡象，例如對外界刺激一啲都唔敏感，對環境改變適應力差，或者一啲天性缺失，例如唔識打理毛髮等等。而另外一位貓行為獸醫師曾經就分享過，喺人同貓相處之間，貓貓其實好識得用聲音、行為等等嘅方式嚟操作自主，令到自主知道貓貓嘅需求，而越聰明嘅貓貓就越識得個中技巧。而國外曾經有貓咪行為學家設計咗20條問題，以實際嘅情況等自主判斷屋企貓貓嘅聰明程度。做完呢個測驗之後，如果你嘅貓貓得到5分或者以下，只可以話呢隻係貓貓界嘅開心仔。通常得到呢一個分數嘅貓貓係人類最好嘅伴侶，可以話係一個乖乖嘅新抱仔。如果你嘅貓貓得到6至14分，咁佢嘅智商就屬於平均。通常藉住良好嘅學習同互動，貓貓會學到好多嘢㗎。但係如果去到15分或者以上，都唔知恭唔恭喜你好啦。你可能養咗一隻愛因斯坦，佢永遠有好多新花招，可以嚇到你擘大口得個窿，而且知道點樣可以點到你頭暈。當然，如果你唔想俾貓貓食硬你嘅話，你就要日日同佢玩下轉數㗎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內容，請訂閱、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片，俾啲鼓勵，等我哋更有動力做好呢一個頻道。